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7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1篇，撒母耳下卷第8章第1节到18节，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3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胜的信心啦吼。得胜的信心是啥物货？有的时阵，咱知影讲吼，得胜无完全靠家己啦吼，就是讲有真侪因素会影响得胜的结果。如果咱有咧看到即个美国的棒球大联盟，咱检查就会当了解。特别是当即个比赛一直要进入到即个季末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当进入即个季后赛？会出现所谓的即种magic number 吼，魔术数字安尼吼，即个数字时常会变化，除了家己的球队赢还是输，其他的球队的输赢，换那会影响迄个魔术的数字。当咱愈来愈行往全球化的时阵，咱会当发现有真侪代志，毋是讲我好就好啊。迄全球的即个影响是互相的吼，所以若保持即种我好就好迄种心态的国家，渐渐就会被即个全球化的即个趋势来淘汰吼。这个大笔王，伊真清楚家己的得胜，毋是靠伊家己的力量。虽然咱照经文来看，就今经文，伊再度领军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后来又搁拍败这个摩押人，索巴王的利哈的囝哈大底下，伊想要来进军以色列来恢复伊的领土，但是伊嘛是失败吼。伊被大鼻王的军队所掠的即个兵有1700人，步兵有2万人，其他的战备伊的物资嘛介济吼。大马士革叙利亚因也派兵要来助阵啦吼，当然也共款失败啦吼。照经文的记载，是毋是互咱联想到即个以色列甲阿拉伯国家遮的战争呢？上出名的是发生伫1967年。真出名的即个6日战争啦吼，有人称作讲第3摆以阿战争。整个的即个政治也是军事的态势来看，有5个阿拉伯的国家联盟，拢总出兵328000多人的大军，其他的武器战备拢是比以色列搁较好，搁较济。但是无想到阿拉伯联军伊的死亡4300人，受伤呢有6100人，但是以色列只有680个死亡，2000几个受伤。当然啦，照安尼看，就是以色列伊发动即个真紧咱咧讲的奇袭的即个战略，伊来抵抗遮的军队，伫6日内底，这个战争就结束。阿拉伯的联军就战败。以色列人甲大笔共款，因真明白，因战赢毋是靠着表面上的军力。对有史以来，咱来看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战争其实拢是用水来战大，
因所倚靠的是上帝的对上帝的信心，上帝所赏赐的智慧甲稳定。圣经记载，大卫伫个境内驻军，因拢归顺大卫，伊来进贡。后壁迄句讲，上帝互大卫，逐世界拢会当刣赢，无有人会当抵抗伊吼。所以大卫安尼招战赢了后，逐个国家开始进贡。伊所得到的这金银财宝呢，伊毋是赶紧甲收藏伫迄个宝库内底吼，互伊家己愈来愈好个安尼尔吼。伊是将这宝库收入，拢献互上帝做圣殿的路用。经文安尼甲咱讲，伊就派伊的囝约兰去问大卫王，祝贺伊的胜利吼。约兰带金银甲铜所做的礼物来送互大卫。大卫将这礼物甲伊所对其他国家这个战赢摕来的金银，就是伊所征服的以东、摩押、阿门、非利士、阿玛力，还佫有部分对索巴王哈大底下遐摕来所献的，拢互做上帝做敬拜的路用。其实信心毋单单伫即个战争的时阵，也是讲对苦难的时阵来表现你倚靠上帝安尼尔。搁较伫迄个战后，也是讲伫迄个事后，对咱的生命态度所表现出来，来去证明。有个人真骄傲，伊总是会将功劳归伫伊家己，但是大卫王并无安尼。伊反倒当将所得到所有的物件，拢诚侪敬拜上帝的路用。保罗写互以弗所教会信徒的批安尼讲，伊讲：现在我将你交托互上帝的手内，甲伊的稳定的信息中间。伊会当坚固恁的信心，佮将恁家己伊为着家己的子民所备办的福分来赏赐互恁。我将来毋捌来贪恁任何人的金银甲衫，恁家己知影，我用这双手工作来供给我甲同工的需要。我伫逐种的事顶悬劳碌好的模样。甲恁讲，应该爱温困做工来帮助软弱的人，爱记你主耶稣亲自讲过的话，互人呢比甲人体较有福气。伊非常清楚家己的工作，毋是家己的工作甲功劳，是伊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所提到的。第6节讲，我栽种，阿波罗灌压，只有上帝互伊成长，通见到可见即种栽种的无算什么，灌压的也无算什么，只有迄个互伊成长的上帝。栽种甲灌压的拢是共款，将逐人所爱照顾家己的功夫做爱做好好势，因为咱甲上帝同工，恁是上帝所种造的田，所起造的厝。所以伫福音的工作顶悬得胜，保罗称伊家己是只有靠家己的力量，尽家己的本分来替上帝做工，也是讲甲上帝同工。对于保罗来讲，一切荣耀拢是上帝的，这是一个信心啦吼。咱最后佫倒转来看大卫伊所写的诗篇61篇来看，大卫安怎来祈求上帝保守，伊真心求上帝保守来倚靠上帝帮助伊来得胜。其实咱嘛需要来学习即种的倚靠。当咱咧面对疫情的即个时阵，
除了尽咱的本分，配合政府的防疫，佮做好自我的保护以外，咱佮较需要恳求上帝的保护佮帮助。这特别是咱伫这时阵咧面对，也是讲要来战赢武汉肺炎的一个真重要的信心吼。所以最后从大笔的诗篇61篇，咱佮来做伙来读一摆。大笔安尼用安尼诗篇伫写，伊讲上帝啊，求你听我求叫，阿乐听我的祈祷。我的心失志的时阵，就要对地极来求叫你，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，因为你捌做我躲闪的所在，做我坚固的台，来脱离对敌。我要永远踮伫你的布片，我要秘伫你的膝骨的稳密的所在。上帝啊，我所下的愿你有听见。你将产业赏赐敬畏你的名的人，你要加天王的岁数，伊的年岁要到代代。伊要永远坐伫上帝的面前，愿你陪伴慈爱甲诚实来保护伊。安尼，我要唱歌学乐你的名到永远，通日日写我的愿。愿上帝帮助咱有得胜的信心。